來看台南市今年1月到5月，這抓到食毒塞車案件呢，是比去年同期閣加1倍。交通局是來公布食毒塞車累犯的名冊甲相片。另外，這警方嘛發現講，最近的這嫌犯的大部分攏是食這雙氏葷彈。即馬法務部是研議甲這款毒品升做是第1級的毒品。頂日有交車咧台南安南區違規下過車道，互警方抓落來。警察挖過要盤查，發現這個查甫駕駛心情真痛，兼手閣會喘，手骨嘛有尖孔的分野，當場互人撞到伊食毒塞車。像安尼案件近來愈來愈多，為着要防止這款狀況，台南市交通採發中心這個月公布2個累犯名冊和相片。有民眾認為安尼做真妥當，某人認為效果有限，建議通加重刑責。公布應該的，既然敢做，就要讓人家知道啊。比較強力的監管，或者是比如說像監管那種電子獎，有在行駛汽車或者是機車的時候，就可以就是警方那邊就會馬上收到連線。或許可以跟新加坡一樣，就是練習啊，讓他們覺得害怕。第111年4月開始，交通局公布頭一批按道交條例規定，10天內無論是食酒、食毒塞車，還是拒絕檢測的駕駛2擺以上，地方公布個人資料和違規地點。6月初5 30個累犯當中，有2個食毒塞車。警察局統計，台南今年1月至5月食毒塞車案件有690件，比去年同時期加1倍。這陣因為警方運用喙瘻快篩試劑來縮短驗毒的流程，3天的專案清鋪就抓到32件。毒駕案件690件，較114年同期增加了358件。115年1至5月取締酒駕共2280件，較114年同期增加了242件。自111年4月起開始首批公布，希望透過公開資訊揭露的方式，加強嚇阻酒駕累犯。警方講近來抓到嫌犯，大部分攏是食雙氏葷彈。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按算這個月17要開毒品審議委員會，會討論甲這類的毒品對現行第2級毒品升級做第1級毒品。希望政府透過調整政策，通徹底解決這個問題，莫閣有無辜的人受害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